入室快记住，发啦！走到那个我们真实场景的隧道的时候，当然就是会先被震撼住，因为从来没有进过一个这么庞大的工地的现场，在这样子环境里面工作的人真的是非常值得尊敬。那些尘土飞扬啊，然后怪手发动的时候，其实里面的空气不是很好，那其实都是很辛苦的。可是连我们这个只是假装出来的环境都这么辛苦了，那更不用说当时真正在挖隧道那些工人。我其实还有，但会有一点点有种要幽闭恐惧症的感觉。尤其在加压的，这样闷闷，就是你会觉得空气是热的，你知道吗？亚派眼年的故事係1996年喺熱插運嘅工人發生嘅潛水服兵嘅事情，規集全部嘅劇組嘅大家來講，眼年會去做動作嘅田野調查，係 for 幾隻年代還有潛水服兵。不平會發生乜事情，一派一派嘅環節哦，都冇人改啊！大家真用心，一捷運嘅樣時，可能大家也下啲有一些嘅捷運站會看到嘅紀念碑有嘛。我感覺因為也係真實發生嘅事情，嗰時候大家來演一種真有發生過嘅人啊、故事啊，會帶定一個尊重嘅心情來面對呀。我後來就是看了劇本，我說哦，對，我記得。當時90年代的事情是有這個新聞的，可是當時我們因為年紀輕，對於很多事情社會上的議題也不一定有那個敏感度。可是當我現在這個年紀收到了這個劇本，然後才能去感受說，哦，原來當時這群人這麼辛苦，然後當初這些人對於公安的意識還沒有這麼健全的時候，然後就遭遇到這個狀況，然後因為這樣，這個病就跟着他們這個一輩子。我說我啦，我如果搭捷運的時候，我可能會想到這個畫面，會覺得更感恩一點。很多時候我們只會看到表象上面的事情，常常會忽略很多默默付出的人物，他們的辛酸也好，或他們的努力也好。然後我也會希望大家看到每一個年代整體社會的進步，都是有很多的人，他在你看不見的角落默默辛苦的付出，去尊重每一個各行各業的人，然後彼此多一些友善，讓這個社會可以充滿更多的愛啦。我相信良善會讓大家的生活過得更好。可愛做工仔伴，你我出世念小我，鹹酸甜，鹹酸甜，鹹鹹酸酸又。